来继续来到台南的北区，有一间金纸店，伫半暝2点火烧厝，因为这个店内囤真侪炮仔甲金纸，这个4楼悬的透天厝是烧甲轰轰叫，而且佫有炮仔安尼砰砰叫。消防人员甲1楼的大门拆开，架推爬起伫2楼灌救。 最后是伫个2楼后壁房间，找到60多岁头家甲头家娘，拢已经昏迷，送病院抢救，也是救无转来，两翁仔某拢亡生咯。火一直烧，佫愈烧愈严，毋但有乌烟，佫有炮仔声。毋但有炮仔声，佫一直射出来。 现场进行正危急，消防人员到现场赶紧拍火。为1楼将铁门关开，另外一组人爬起2楼拍火。过程中，可当看到厝内火一直烧。所以有听到那个放鞭炮的声音吗？对，像老鼠在那砰砰砰砰砰砰砰像声音啊！我希望他们有进入信号。 看到火遮严，厝边真烦恼，烦恼头家翁某唔知走出来未？火警发生伫今日透早2点外，地点伫台南北区文贤路的金纸店，现场是3楼起的，4楼是塔起的，因为内底放真侪金纸甲炮仔，火炭了真紧，佫受到隔壁。金纸店60岁头家甲因太太走无出来，消防人员虽讲赶紧要救人，也不过救出来时已经无开烟。 我们在切割的时候，1楼就开始有火光及爆竹的产生，因为热蓄积在4楼，致使有稍微延烧到隔壁栋的铁皮屋。在2楼最后的房间内找到这2名的受困者。消防人员表示讲，赶到现场的时，4楼已经有乌烟，1楼有大火，55个人前后用2点钟拍火，虽讲顺利将这个头家翁仔某救出来，也毋过送到病院抢救的时，依然救无活。 有关导火点敢是伫2楼，是安怎的导火？需要进一步的调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